会中伫7个顶市石板的渔民听到农运会注意要来，拢专程来表达心声，希望稳定石板的介绍，协助找新的通路。农运会会长预估，即摆禁止出口量将有3600吨。面对渔民的权益受损，注意强调一定会调节上市的产量，有多元形式内销等具体做法。农科院第一时间6月7日讲袂使去中国去哦。竹科、中科的科技业者已经下订单500吨，500吨毋是全一样的，是一直产地处理好。500吨毋是讲即摆就出啦，是逐个月去出，后壁佫有一个500吨，所以农科院有1000吨，全年500吨。我袂讲了，学校午餐每工因也刷好了，伊已经算好啊，你有小朋友讲要食是100公克。还是到60不计吼，全部下好小朋友食学校午餐，超过1300吨，这1300吨要为倒来，当然是为遮所有冻存的时阵，你饲好较大只，你开了的成本要愈低啊，所以安尼就有2300吨哦。会中罗局嘛表示，已经向中央争取渔温营养补贴以及渔会加工、冷冻储存的费用等等，希望减少渔民的损失。市长委托嘛以石板产销平衡，积极争取渔业的权益。咱未来农业局也好，咱会甲渔业署到配合，把这个实际有从事养殖的这农友，咱这渔友来帮助大家让处理。应该属于咱农民会当补助着做安尼好不好？中央甲地方合作，希望将这波对石板渔业的冲击降到上低。咱的新闻军事林根采访报道。